哦，要做了多久才有这个鸟巢啊？而且是从那个香蕉小小的时候做的嘛。现在香蕉已经长那么大，那么饱满了。哦，怎么可以长得这么饱满呢？他本来以为说从下面开始黄，没想到这一次从上面黄，先成熟。他用那个台糖的有机肥，台糖有机肥填饱，台糖有机肥比较不怕回伤啊。化学肥料可能会造成肥料伤害。它这个有机肥说比较不会有回伤。哦，你看，用台糖有机肥，然后遇到雨季哦，下雨哦，然后你看长得这么好，你看这么饱满。你看有3个囊，这个囊很明显的，这个短短的这个是芭蕉。它如果没有这个囊线呢，还有长长的那是香蕉。芭蕉说对肠胃比较好，够味啊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也有人怕。香蕉啊，可能肠胃不好的比较怕。它这个，那个下面那个花苞啊，下面那个花苞，把它切掉的时候说要留一段距离，不然会烂掉，会烂到那个香蕉，会烂到那个果实。